首先按下活動日程，然後選擇你想參加嘅活動日期，揀取想報名嘅活動之後，再按下了解更多，確認活動內容後，按下立即報名。請仔細閱讀條款後，再剔選方格。記住剔選方格後，再選取確認。查閱班組報名情況，首先按下活動預約。按下活動預約後，會有以下3種情況：未能中籤，等待抽籤，已確認。未能中籤，代表該班組未能中籤；等待抽籤，代表報名進行中，請於抽籤日期後查閱。已確認，代表已成功確認班組，請準時出席。確認中籤班組，首先按下信息盒，然後進入信息盒後，按下中籤成功的信息。向下拉動頁面會見到立即確認。向下滑畫面，按下確認參加。請仔細閱讀條款後剔選方格，再按下確認。你已成功確認班組，請準時出席。立即下載應用程式報名啦！